我哋中國銀行橫琴澳門新街坊支行係一支年輕富有活力，能夠為新街坊市民提供優質服務嘅隊伍。中國銀行橫琴澳門新街坊支行喺2024年8月14日正式對外營業。我哋針對澳門新街坊項目推出咗多項金融創新業務服務，如獨有創新推出為首批澳門居民購買新街坊項目商品房嘅首期款，提供外幣收結匯服務同跨境人民幣便利化結算服務。喺新街坊落地全國首筆澳門居民澳資企業數字人民幣住房按揭貸款業務，全國首發橫琴澳門新街坊雙幣種收單業務試點。大家好，我係南粵澳碼嘅周生。我哋正式入駐橫琴咧，其實係2019年嘅5月22號。咁我哋嘅店鋪嘅標語就係以人為本、以客為先、以質為優嘅。咁我哋使用嘅啲產品啦、物料啊同埋清潔劑咧，我哋全部都係澳門採購或者係國外嘅。我哋希望將我哋嘅服務做到深層次。咁我哋公司咧都會加強翻我哋公司嘅培訓。我哋要用最低嘅價錢做個最好嘅服務俾個客睇，打響我哋自己嘅品牌。我最中意新街坊嘅新機遇，我最中意新街坊嘅年輕活力感。